錄影嘅時間係2025年5月12號星期一，英國時間而家係中午12點15分。咁屋主同埋屋主個女咧都已經翻咗工、翻咗學咁樣，我都即係洗好晒啲床單啊、曬緊啲枕頭啊咁樣做細做嘅嘢之後咧，就起來講我第一次被迷姦。事發嘅時間就係喺2024年嘅7月15號清晨時分。地點咧就係一個離開咗新北市一個相當遠嘅地方，叫做新竹。點解會喺新竹呢度出現咧？就係原本喺同年嘅7月5號係約咗呢個朋友，咁就係去佢屋企嘅。咁但係由於喺7月5號嘅晏晝3點半，喺我當時嘅住處就係板橋區華江3路310號13樓。喺7月5號晏晝3點半嘅時候咧，咁就我沿住嗰個升降機啦，咁就落到去樓下 ground floor，咁就喺管理處嗰度咧，就係見到有5個男人圍住個管理處裏邊嘅一個比較幼瘦，即係比較瘦削嘅一個戴眼鏡嘅管理員。初初我都以為你咩事啊？你做咩5個人喺度兇我個管理員同埋圍我管理員啊？我仲諗住上前去協助管理員幫佢哋排難解紛，希望即係呢5個男人唔好咁樣嚇，即係喺一個私人屋苑嘅管理處個 counter 嗰度，你圍住管理員咁算咩意思咧？咁樣咁點知咧？我靠近呢5個男人嘅時候咧，就發生咗一件暫時我仲唔能夠公開住嘅一件事。不過就由於原本嘅2024年7月5號咧，我係約咗呢一位住喺新竹嘅朋友去佢屋企嘅。亦都由於嗰件事咧，令到我冇辦法應約。咁我喺嗰件事咧，就令到我當時身上嘅我嘅財物啦，我嘅鎖匙啦，個鎖匙上邊咧包括係一個磁卡咧。呢個磁卡咧可以係喺大廈警衛後邊嘅嗰個 mailbox area 咧，就拍一個卡，跟住然後咧我嗰個郵箱嗰個門咧就會打開，跟住就可以攞信嘅，可以攞信用啦。可以打開呢一個樓宇嘅最主要嘅 main entrance 嗰度自動門啦，同時亦都係可以用嚟喺管理處嗰度一拍之下咧，就可以顯示有冇郵件啦，可以攞郵件啦、郵包啦，亦都可以咧愛嚟乘坐呢個升降機咧，係直達我住處嘅樓層。即係話我住13樓嘅話咧，呢一個磁卡咧係一卡通嘟去13樓。嗰個樓層就會打開門嘅。12樓去未到啊？去唔到。2樓去未到啊？去唔到。除咗我住嘅嗰層13樓係去到之外咧，另外就只有另外一層就係天台 rooftop 嗰層就可以去到。即係話呢一個磁卡係可以喺門口攞信，打開主要入口，然後喺管理處嗰度提取郵包。然後入升降機上到去13樓或者係頂樓 rooftop 天棚嗰度天台嗰度，唔止喎，仲可以直接打開我住處嗰度大門，即係有呢張卡咧就可以直衝到我張床就得㗎啦。OK 好，加上我嘅即係手提電話啊，所有嗰啲電子裝置咧都係被扣起嘅，咁所以我冇辦法對外聯絡，而因為咁樣咧，我冇辦法通知我呢個原本約咗即係喺7月5號晚會見面嘅朋友，話俾佢知我有啲咁嘅事，所以咧我嚟唔到啦，咁樣就變成一個爽約。咁對我嚟講咧係一個相當之唔舒服嘅一樣嘢嚟嘅，因為我係講得出做得到，我係一個堅守承諾嘅人嚟嘅。好。咁嗰件事，因為到目前啦嚇，我都唔能夠透露太多同其他嘅嘢，因為我點會咁笨啦？咁我哋就暫時擺開先。咁就跟住落嚟要講嘅就係喺2024年7月15號，我第一次被迷姦。喺7月15號嘅清晨時分，我突然間發現自己又係趴喺度嘅，我感覺自己係趴喺度，然後心口咧好似喐唔到，窒翻嚟窒息咁樣。咁所以我好驚，於是乎我就起身想起身，但係一起身嘅時候咧，
我就俾後方俾我上邊後邊嘅外力咧就撳住同控制住，手腳唔俾我喐，跟住想轉身扭條腰扭唔到，苦苦掙扎咗好耐。有幾耐我唔知，因為我前面又漆黑一片，我又睇唔到前面任何嘢，即係伸手不見五指嘅漆黑。然後亦都唔知過咗幾耐，我又斷咗片。到我再清醒嘅時候，我就已經喺睡房嘅地板上邊，即係話我由床碌咗落地下。睡房裏邊冇其他人，而我亦都唔知自己喺地板或者係由床跌咗落地板。跌咗幾耐，又或者係由幾時跌，我完全唔知。我淨係知道我再有知覺嘅時候咧，從窗簾嗰啲罅縫當中咧，已經係有光啦，即係已經係天光。於是乎我就即係手腳又係唔係好靈活啦，因為有好多嘅地方都好痛咁樣，咁我就慢慢咁啊行翻出去客廳嗰度。咁我見到屋主即係呢個所謂朋友，咁佢就若無其事咁樣，佢就喺度玩手機，即係喺度發 message 咁樣，即係呢度玩緊手機啦咁樣。咁見到我醒咗之後，就佢都好似若無其事，好似好平靜咁樣。就咁問我醒咗啦咁樣，我咁我問佢幾點啊咁樣，佢話差唔多6點啦咁樣。OK， 差唔多6點。咁我就係因為嗰個浴室係喺唔係喺睡房裏邊嘅，因為睡房我唔知其實我唔知睡房裏邊有冇浴室㗎，因為佢從來冇俾我參觀過嗰間房嘅結構。咁我能夠用嘅就係客廳出邊嗰個客廁咁樣。咁我咪入去即係整理一下，整理一下啦咁樣。咁我出到嚟，我即係沖完涼走翻出嚟嘅時候，咁佢就已經着好 T 恤短褲，因為先前我由房行出嚟嘅時候，當然我冇着衫啦。佢當時亦都只係着住條內褲。跟住到我沖完涼之後，咁佢就已經着好 T 恤同短褲，即係可以出街嘅嗰啲咁嘅裝束。咁我以為呢個暗示就係話都要結束㗎啦，你都要離開㗎啦咁樣。咁我就臨就因為我啲衫褲啊、我啲袋啊、財物咧都擺咗喺廳個 sofa 度，即係佢隔離坐嗰個位置。咁我咪行過去咪着衫咯咁樣。跟住然後佢又好冷靜，又若無其事咁樣問我食唔食早餐咁樣。咁跟住咁睇下，好似都係6點零鐘咁樣，唔會叫到外賣啦咁早，亦都食早餐咁溫馨。你望望自己身上嘅皮膚嘅時候，我發覺唔好啦。我唔知食完你準備嘅早餐，我會唔會又突然間斷片，跟住又唔知係何年何日先至會再醒咁樣。咁我話唔好啦，我走啦咁樣。同埋嗰時候我話咁，我傾個 weekday 嚟嘅。我話咁你都要翻工㗎咁樣。好，咁就喺呢個時候咧，就佢問我，咁佢問係咪坐高鐵翻台北？咁我話係高鐵梗係最快最方便啦。而喺當時咧，我係用呢一個手機上邊買高鐵飛嗰個 app 咧，就去揾航班揾啲嘅班次嘅。咁而最早最快嘅班次咧，就係朝頭早8點鐘，就由呢一個新竹高鐵站開往板橋咁樣。咁我話呢度啦，因為反正呢度而家到6點幾啦，再得嚟咪咪摸摸嘅都7點。咁跟住我去到高鐵站，我仲可以食個早餐，先至慢慢上車上8點鐘嗰班車咁樣。咁我話呢個比較鬆動咁樣，同埋即係我認為啦佢聲稱佢係返9點嘅，咁然後咁8點出門口咁樣，我諗大家都好啊，係咪先啊？咁但係佢就我8點鐘嗰班車就即係對邊個嘅行程都有好處啦咁樣。但係佢就好堅持要我坐8點25分嗰班。8點25分咁佢話因為佢話佢開車送我去高鐵站。咁送我去高鐵站並唔係第一次嘅事嚟嘅。之前
亦都有得到呢種咁嘅即係款待嘅嚇，即係都有呢個接送嘅款待嚇，唔係其他一啲款待。咁就咁佢話就就一就佢嘅 schedule， 然後就叫我將我原本已經我咪買咗佢咧，我唔記得係咪買咗定未買。總之咧就佢要我買8:25嗰一班嘅車飛。咁通常平時咧就即係會慳就會買自由座。咩叫自由座咧？就係唔係劃定位嘅，即係去到邊一卡有位嘅，即係佢有指定嘅某幾卡咧係可以有企位或者有自由席嘅飛賣嘅咁樣。有啲就唔想騷擾已經買指定席，即係劃咗位對號入座嘅嗰啲車廂咧，就唔想騷擾到其他人。咁就某幾啲車廂咧就平啲嘅嚇。咁佢話唔好買自由座啦，咁早即係一嗰啲指定席嘅咧就一定有位嘅，買指定席啦咁樣。好啦，又要我指定坐8:25嗰班，又要我買指定席嘅車位咁喎。是但啦，反正之前嗰晚發生啲咁嘅事，即係我唔想再同呢個人有任何即係言語上嘅衝突，或者即係逆佢意。我點知佢會唔會喺屋企裏邊突然間掹把唔知咩出嚟，又或者掹啲咩出嚟，搞到我離開唔到佢嘅地方嘅。所以佢講咩啊？我話好啊咁咯，務求就係令到呢個人冇任何借啲意發脾氣啊、發爛啊、有一發作嘅藉口，因為4埲牆一個頂，亦得佢同我唔知佢會跟住點嘅喎，因為又唔係第一次識嘅，然後你都可以夜媽媽啊，即係用呢種方法，咁我覺得係好戇居幼稚。不過 anyway 啊，即係呢個都係咁啦。然後佢揸車送到我去高鐵站，但並唔係喺平時佢 drop 低我嗰個地方，或者 pick up 我嗰個地方放低我。正正啊喺另外，即係如果係雙線雙程嘅話咧，佢就係喺另外嗰邊嘅較為遠嘅地方放低我，然後我需要走一段大概。如果平時喺原本嗰個 pick up 嗰個地方咧，就正正咧就有個 U-Bike，即係停嗰啲共享單車嘅站嘅，就正正喺個 U-Bike 嗰個站隔離，喺嗰度落車，嗱嗰個彎位嚟嘅，彎心嚟嘅，喺個落車行埋去高鐵站嗰入口咧，大概係100米嘅啫。但係嗰日咧，佢就係停另外相反行車方向嘅嗰條線，然後離呢一個 U-Bike 站已經有50幾至80米咁遠，咁所以佢放低我嗰個位置咧，係比平時行入去嗰個地鐵站行高鐵站嗰個位置咧，係遠咗1倍，接近1倍嘅路程。而當時兩邊係冇任何 double parking 啊，亦都冇任何嚴重嘅交通擠塞啊咁樣，我唔明點解要喺嗰度落。不過佢個俾我咁就落，我咪落咯。跟住我就行入去高鐵站，咁我就已經覺得唔係好對路嘅咧，即係有一啲好似唔係朝頭早趕住搭8:25，務求喺9點前返到公司嘅人，會即係如果趕時間嘅人嗰個言行啊、舉止啊、神色啊，同我覺得有唔對路嘅嗰啲人，係完全唔一樣嘅嚇，即係似喺度等人，又唔係等人，似 on guard 同埋放哨多啲咯。而佢哋 deploy 嗰個位置咧，都係喺，因為新竹高鐵站咧入閘付費區咧，即係入閘嗰個兩個位咧係頭同尾嘅，即係都即係嗰個站嘅兩邊嘅出入口。嚇，點解會喺出入口守住嘅咧？咁然後我嘅出現，對某一啲我認為係正常乘客嘅人嚟講，係嗤之以鼻嘅，唔會望我一眼，因為佢主要目的就係要趕時間入閘跟住上車㗎嘛。但係唯獨是呢啲好似站崗嘅人咧，我覺得佢哋有望下我，但係又即刻扮唔係望我咁樣。咁我又咁冇理佢啦。於是乎我就攞住嗰張一個喺網上買嘅指定席，係8:25由新竹開往板橋站嘅第2號車廂嘅一個指定席嘅一個咁嘅電子車票啦，然後就拍電子車票就入閘，跟住然後上月台等車，到嗰班車一到，車門一打開，車廂係咁㗎，
當呢度係月台啊，嗱，你企度背住你啦嚇，呢個背住你就係個乘客啦。架車到，好，跟住咧道門打開 ，OK， 道門打開之後咧，喺呢一邊啊，車廂嘅另外一邊啊，喺呢一邊咧就有個肥嘟嘟嘅阿叔，見到我喺呢一度準備上車咧，佢就即刻行咗入去。呢度會即係近月台呢邊會上落客嘅呢道門隔離右手邊咧有一間唔知咩房仔咁樣嘅，咁就喺我上車之前咧，佢就已經即係好矯健嘅身手咧，就入咗呢間房裏邊拉埋道門，而喺道門上邊咧就有8隻字。於是未講完，我見到佢咁樣。行咗入去間房又唔知，我初以為呢間房係廁所添咁樣，因為我未行入去，我唔知呢間房究竟係咩用途。咁我見到行入去嘅喎，咁梗係先讓車上乘客做乜先都得，即係請先讓車上乘客做佢想做嘅嘢先。咁我哋呢啲好有禮貌嘅乘客，我哋先上車噶嘛。上車之後，我就企咗佢喺原本佢企嗰個位，即係我食咗佢個位。然後因為喺我經過嘅時候咧，我見到呢一間房出邊有個告示牌，嗰告示牌上面嗰8隻字寫住啲咩啫？寫住邊8隻字之後，我就即刻決定補佢個位企喺度，然後掹出我部手機，我就對住呢間房，我就開始錄影，睇下究竟係咩人入咗去，同埋呢個人幾時會出嚟。而成個過程咧，就喺呢條片裏邊。好，一路以嚟咧，都有好多人關心我啊！點解你唔報警啊？即係啊，點解你發生咁可怕嘅事，你唔報警啊？又或者你咁多人跟住你，你試下喺佢哋面前即刻跑啊！睇下佢哋會唔會咩反應，咪知佢係咪差人咯？哎呀，你真係喺呢一條片裏邊，你可以睇到。對面嗰個車廂門嘅倒影，當時我嘅穿着係白色背心、藍色短褲。而後嚟，我返到去我住處嘅時候，我用手機記錄低當時我嘅身體。如果你係警察，你見到喺高鐵一個車廂喺個連接喺兩個車廂中間嘅連接位度有個人企喺度，原來咁嘅穿着打扮，原來佢皮膚上邊有呢啲咁嘅痕跡。如果你係一個警察，你係會耷低頭借視線行嚟行去扮講電話啊，扮呢樣扮嗰樣啊，扮睇唔到佢啊，還是你會主動上前即係去問候啊、關心啊、問下有冇需要啊，有啲乜嘢可以警察幫到你啊？冇。而如果我真係當佢哋呢一班喺我面前行嚟行去，明明係跟蹤監視我，但係即係明明俾我知道佢喺度監蹤監視我，但係又置身喺中陰間咁樣睇唔到我，又以為我睇唔到佢嘅呢一班人係警察嘅話，1個、2個、3個、14個、15個、18個，對我身上邊嘅呢啲咁嘅特徵都不聞不問。我去揾差人報警，
仲有就係喺2024年嘅7月15號凌晨時分，我被迷姦，然後瞓醒覺之後，有個人指定要我坐邊一班車，又唔能咁早，一定要晏少少，唔可以即時嗌走就走。然後佢仲要送到我去車站，然後睇住我入站，睇住我入去個車站範圍，然後就車站範圍裏邊又有啲人喺度站崗，好似等緊某啲人咁樣。跟住到架列車到咗月台，又有個肥阿叔做啲咁嘅動作，然後開始掹部機出去錄影，然後發現有10幾20個呢啲咁嘅人喺面前穿梭，然後冇一個人對我身上呢啲咁嘅特徵有任何嘅懷疑。你覺得你認為我仲要相信去揾警察可以幫到我，同埋我係咪應該要優先去害怕恐懼？究竟係乜嘢人喺我身上做完呢啲咁嘅嘢之後，仲要聯絡一啲咁嘅人嚟跟蹤監視我 escort 到我翻去我台新北市板橋華江3路310號13樓住處，咁好服務。2024年7月15號凌晨時分，我第一次被迷姦。